其實生完仔之後咧，就出咗啲荷爾蒙斑啊、色斑啦。跟住之後咧，我只需要輕輕幾下，嗱，睇見唔見到啊？見唔見到啊？跟住咧，即刻咧已經可以遮蓋到咧我嗰啲色斑啦，好話未成啊！第一咧，佢可以均勻我哋嘅膚色啦。第二樣嘢咧，佢係可以遮瑕度都非常高啦。第三樣嘢咧，其實佢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防曬，佢 SPF 50 PA 3個加添啊！跟住咧，譬如鼻翼呢啲好容易咧會泛紅嘅位置啦，又係啦，按幾下咧，咁其實佢已經咧個遮瑕效果係非常好啊！咁當然咧，真係有一啲即係比較嚴重啲嘅瑕疵啊！你睇下我最近咧嚟 M 之前咧就出咗啲暗瘡，咁咧佢可以咧將嗰個有瑕疵嘅地方啦，就將個粉底咧重複 build up 幾層嘅話咧，就可以提升個遮瑕度啊！咁而且咧，我好因為我自己試過半年啊嘛，無論咧我自己有啲真係皮膚敏感嘅狀況啦，即係成塊面痕啦，簡直係鞋㗎啦，跟住好紅好腫嘅時候啦，就可以咧即係攞嚟遮瑕都可以出到街。皮膚敏感咗之後咧，會甩皮好乾嘅情況咧，咁我用呢個粉底都係一樣，個效果好靚，而且唔會令到我嘅皮膚之後修復係有咩問題嘅。咁所以咧，佢用法非常簡單。咁只要咧，你均勻地咧將呢一個粉底咧印上去你面上高咧，其實咧已經見到個分別同效果啦。第一咧，佢可以均勻我哋嘅膚色啦。第二樣嘢咧，佢係可以遮瑕度都非常高啦。第三樣嘢咧，其實佢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防曬，佢 SPF 50 PA 3個加添啊！咁所以非常之足夠，我哋真係去到夏天啦嘅時候都一樣足夠嘅一個防曬度啊！咁而且咧，我覺得佢呢個粉底好嘅地方係，佢咧會越用嘅時候越貼你塊面，跟住之後咧會好似人哋睇唔到你有化妝一樣，做到一個素顏裸妝好自然嘅效果。